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！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9天的共读。今天早上要请翠玲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。好，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谢谢主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在线上读经，作为一天的开始。上帝的话是智慧的开端，我们一生必要追寻及了解神的话，体会神要我们做的事，时时刻刻谨守。我们所做的、所行，都是要按照神的教导去做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智慧去学习以及追寻神的脚踪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阿们，谢谢。我们昨天从27章看见大卫虽然2次以上的饶恕了扫罗的性命，但是却对扫罗失去信心。那西家带眷来投靠非利士人，来到了加特的亚吉王这里。那大卫在这段投靠的1年4个月，就是16个月的期间，为非利士人带来了胜利，还有战利品。那也取得亚吉王的信任。那亚吉的算盘就是大卫他可以留下来，因为他以为大卫都去打以色列、打犹大的境内，会被犹大永远的放逐在外面，那大卫就可以永远为非利士人效忠。但是这是细段大卫的黑历史，但是这段期间，上帝也保守，让扫罗和非利士的交战，而最终，扫罗不是死在大卫的手下，而是死在非利士人的手中哦。好，那么今天要继续来看扫罗阵亡前所发生的几件事情。那么请翠莲长老先带我们来读28章的第1节和第2节。第一节，不多久，非利士人召集军队攻打以色列人。亚吉王对大卫说：“你应该明白，你和你的部下要跟我并肩作战。”大卫说：“那当然，我是你的仆人，你知道我能做什么。”亚吉王说：“好，我要你长久做我的侍卫。”好，那接续昨天的经文，那亚吉他就要大卫表达对他的忠心，要来效忠他。那所以大卫他也不否认，所以大卫也表示，那他愿意成为亚吉的仆人哦。所以也可以看出大卫对扫罗或是对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已经失去，可以说是失去了信心，或是只是为了要保命。那因为他现在有2个太太，然后还有600多人跟随他，那可能也都有了孩子，那所以大卫可能也想要安定下来。那亚吉也提出要求，终身做我的侍卫啊，就是要大卫长久在他的旁边。那再请崔林长带我们来读3到7节。第三节，撒母耳已经死了，以色列人为他举哀，把他葬在他的故乡拉玛。扫罗曾经强迫所有占卜的和巫师都离开以色列。非利士人的军队聚集在苏涅城附近扎营，扫罗召集以色列人在基波利山扎营。扫罗看见非利士人的军队，大大惧怕，就求问上主该怎么办。但上主既不借着梦，又不借着巫灵，也不借着先知回答他。于是扫罗命令他的臣仆说：“替我找一个巫婆，我要去问他。”他们说：“在隐多尔有一个。”那大卫在诗篇13篇有表示说，神啊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？你转脸不顾我要到几时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啊？那所以，但是大卫在诗篇13篇第5、第6节说：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厚厚的恩待我。那虽然大卫不晓得这样逃亡的日子要多久，但是他只能够用诗歌、用赞美
来依靠上帝的慈爱。那赞美也就是犹大支派，也就是犹大的名字啊。那在这里又再次提到扫罗已经死了25章，好，那就已经提到对不起，撒母耳已经死了，葬在他的故乡拉玛。好，那在这里又再次提到，好，那也顺带要带出的是，当撒母耳死了之后呢，扫罗就强迫所有在以色列国家当中，所有这些占卜的，还有这些巫师行巫术的，都要离开啊。好，那大家都把他驱逐离开以色列啊。所以这是应该是一个正确的事情。那就是因为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交鬼拜偶像，或是都是一个不是透过祭司的管道好来寻求灵界看不见的力量。好，那所以在撒母耳死后，好，那扫罗他有做这样的一个驱逐的动作。那但是在这里非利士的军队呢又再一次来集合，要来攻打以色列。那这次集结的地方呢是来到书念城哦，书念是在耶斯列平原的北边哦。好，那在这个博山这个河的两侧。好，那所以非利士呢，他们从这5个城，好，就是以革伦、加特、亚实图、亚实基伦、加萨，好，然后他们一起往北集结，好，要来到了书念的地方。那大卫是在喜格拉，好，喜格拉，那投靠的王呢是加特王，好，就是亚吉啊，好，所以亚吉也要大卫，好，一起上来，好，去到书念集结。好，那书念呢，在约书亚记，好，那就是分到以萨迦支派。好，那列王记呢，好，有提到这个有一个亚比筛，好亚比煞，好，那是被书念的女子啊，好，被选入宫中来侍候大卫。然后列王记下也提到先知以利沙，好，经常在书念，好，有一个书念的妇人，这个书念的妇人她儿子，好，那热病死了，好，那以利沙使他复活的故事啊。好，那这是非利士人集结的地方。好，那这个以色列呢，扫罗军队呢是集结在基利坡山啊，基利坡。好，那基利坡的意思就是沸腾的泉水或是倾泻而出啊。好，那可以从这个地图可以看到，跟书念就是一河之隔。好，那中间出了一道河。好，那还有就是耶斯列平原哦，耶斯列平原。好，那这也是最后扫罗和他3个儿子都战死的地方啊。所以可以从这个图片上可以看到基利坡山，那中间就是耶斯列平原。好，那对面呢过河就是书念。好，那这座山呢也是扫罗和他3个儿子最后战死的地方啊。但是呢，当扫罗再次看到非利士人派出来的军队，好，这已经是数不清了第 N 次扫罗和非利士在交战了。好，那扫罗呢又开始惧怕。好，那他想要求问上主怎么办？但是呢，过去他可能透过几种的管道。好，那第一个是透过做梦，第二个呢是透过巫灵，第三个呢是透过先知啊。好，但是呢，这些方法呢，不管是透过做梦，透过巫灵就是祭司以弗得前面的这块胸牌啊，巫灵或土民，那还有就是先知。那但是这个扫罗呢，现在也没有办法做梦，也没有办法有先知，好，甚至他都把祭司都杀了，那这个以弗得也被带走了，好，那先知撒母耳也死了，好，那所以没有人可以求问，好，等于在扫罗身边，虽然他空有一个国家，成为一国之君，有3000个精兵，好，有1年的很多的税收啊，但是呢，他却没有办法亲近神，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和旨意啊。所以扫罗呢，他就吩咐他的臣仆，替他找一位招魂的妇人，那现在中译本翻成巫婆，我要去问他。好，那所以呢，他们就告诉扫罗王说，刚好附近隐多尔有一个，那隐多尔有多近呢？好，就是在书念的北边一点点地方啊。所以这个巫婆呢，这也当初都是被
扫罗赶出来，可能从这个以色列的境内，迦南地区，然后被赶到这个外围的地区啊，所以隐多尔的意思，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多尔的泉源或是寓所的泉源啊，那这是属于一开始是属于马拿西支派，后来也在以萨迦支派的产业当中，那在撒母耳记上的28章，好，那今天这段经文就是提到，扫罗就是到隐多尔来求问交鬼的妇人，好，那诗篇83篇第9节，好，也提到这个隐多尔这个地方啊，但是是提到士师记的时期，好，那因为这个隐多尔，好，这个地方也是在士师记的时期，好，也是他们以色列人战胜的地方啊，好，所以这也是在这个耶斯列平原，好，可以看见不远的之处哦。好，那在请崔连长带我们来读第8节到14节。第8节，于是扫罗改装衣服，在天黑后跟2个随从去见那女人。扫罗对她说：“请为我求问亡魂，告诉我将要发生的事。我指定的人，你把他的魂招上来。”那女人说：“你一定知道扫罗王做过的事，他强迫占卜的和巫师都离开以色列。你为什么想陷害我，使我丧命呢？”扫罗对他发誓说：“我指着永生上主答应你，你一定不会为这事受惩罚。”那女人问：“你要我招谁来呢？”扫罗说：“撒母耳。”当女人看到撒母耳的时候，她惊叫起来，对扫罗说：“你为什么戏弄我？你就是扫罗王啊！”扫罗王对她说：“不要怕，你看到了什么？”女人回答：“我看见一个像神明的人从地里上来。”扫罗问：“他的长相如何？”女人答：“是一个老人上来，他穿着长袍。”扫罗知道那是撒母耳，就恭敬地伏在地上。好，那前面有提到扫罗是因为看见非利士的军队集结在书念，好，那倾巢而出，那所以他感到惧怕，好，又没有上帝可以求问，所以他就要来找这个巫婆巫师啊，好，来招魂的妇人，好，然后那他想要见谁呢？好，那他就是想要来见这个撒母耳。那扫罗他也改装衣服啊，好，他就是乔装化妆，好，因为他可能要穿过非利士人好的这个营区，那他打扮成平民，然后在天黑之后带着2个随从去见这个女巫。那女巫问他你要找谁？好，那对不起，好，这个在第9节，这女巫好还提出扫罗王的名字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前面都有交代，好，就是撒母耳死后所发生的事情。好，那说扫罗王禁止好全国好这些女巫好这些占卜的行邪术的，好，他们做这样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是国王所反对的。好，你为什么想陷害我呢？好，那扫罗还搬出上主的名字啊，好，所以可以看见扫罗做事情的原则，几乎就是没有原则。那他把自己所定的，为了主所定的事情，又为了自己废弃，还搬出上主的名字来废弃自己为了主所定的事情了。好，那这个女人巫婆女巫问你要找谁，扫罗说要找撒母耳，所以这段经文可能也是很多基督徒没有办法理解，或是没有办法相信，但是可能对很多民间宗教，或是说对很多曾经有民间宗教经验信仰的信徒来讲，可能觉得有一点熟悉。好，那就是这个女巫呢，还真的就可以招魂。那这招魂呢，她要找的人报上名字，她就可以去阴间里面亡魂当中去寻找。好，那找出了撒母耳来。好，那所以当这个女巫这个描写的情境非常的逼真啊。好，当这个女巫看见撒母耳，她马上呢就知道来招魂的人呢，原来就是扫罗。好，所以这个通灵
好的这个世界呢，好是我们可能很多对基督徒来讲是没有办法想象，但是圣经当中好也留下了一个这个通灵的记录哦，好那还在亡魂当中来招魂。好，那但是在民间信仰当中，好，那也会有时候连警察都会靠这个来求问亡魂呢，好来办案呢。那但是呢，在圣经当中也出现，那扫罗呢，这个女巫呢，好马上好，因为扫罗王曾经下令，他前面才刚讲完没多久，但是他看不出来眼前是扫罗王啊，他可以透过这个灵界，好，透过阴间的亡魂，好，可以看到人，但是看不到这个还活着的人，好，他没有办法辨别出来，好，反而是撒母耳出现，好，可能撒母耳看见扫罗或是撒母耳的这个举动，好，让这个女巫认出啊，才知道原来前面这个人是扫罗王，好，但扫罗呢，好，对他说不要怕，你看到什么，他长什么样子。好，那女人回答是个老人，好，穿着长袍。好，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，就恭敬伏伏在地啊。所以，前面25章还有今天28章，好，然后讲2次提到撒母耳死了，好，百姓为他哀哭哦，好，反倒没有提到扫罗如何为撒母耳哀哭。好，甚至呢，当这个撒母耳快要死的时候，好，年老的时候，去上帝要撒母耳去膏大卫，好，那这个撒母耳还非常的惧怕，他说扫罗知道一定会杀我，好，所以这个可以看见扫罗在撒母耳年老的时候呢，对他的态度也不是非常的恭敬，反倒这个时候呢，好，扫罗才做出这样的举动，屈身下拜啊。那我们再请翠莲长老带我们这个图呢，好，就是这个女巫招魂，好，在这个隐多尔的地方啊，好，那这个招魂的情景呢，场面呢，好，虽然不清楚到底是看见的哈，那连扫罗都看见了。好，所以这个扫罗的一生呢，好，经历了从他被受膏的那一天，好，有上主的灵、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，好，那他就受感说话。到后来这个大卫杀死万啊，那上主的灵就离开他啊，还有他这个顽梗悖逆，好，那上主来从邪灵从上主来就侵扰他，好，那现在扫罗呢又借这个女巫呢，好，看见了亡魂或亡灵啊，好，所以扫罗的一生呢经历很多这个灵异事件呢，好，那接着再请翠莲长老带我们来读15节到19节。15节，撒母耳问扫罗：“你为什么烦扰我？为什么招我上来？”扫罗说：“我有大灾祸了。非利士人要跟我打仗，而上帝已经离弃了我。他不再借着先知，也不借着梦回答我，所以我才请你来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”撒母耳说：“既然上主离弃了你，成了你的敌人，你为什么还要招我呢？上主像你所做的，已经借着我的口告诉过你了。上主已经夺去了你的王国，把它赐给大卫，因为你违背上主的命令，没有把亚玛力人和他们所有的一切全部消灭，所以今天上主这样对待你。他要把你和以色列人交给非利士人。明天你和你的儿子会跟我在一起，上主也会把以色列的军队交给非利士人。”好，那到底这个撒母耳被招回来的撒母耳是真的呢，还是假的呢？还是邪灵化身的呢？好，那这个显然不是撒母耳记好要给我们的答案。好，但是我们可以从接下来这一段的对话当中呢，可以看见这个对话的可信度是非常的高，甚至这个招魂亡魂来跟活着阳界的活人来对话的情境呢，也非常的逼真，就好像人跟人见面在说话一样啊。好，那这也是求问鬼神好的信仰当中经常发生，也一直想要追求的事情呢。好，那但是结论来看，就是撒母耳不问对不起，扫罗不问还好，一问呢，越问越惨，好，那所以
这个让扫罗的恐惧呢，好，也是他交鬼，好，招魂，行巫术，好，那沾染这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，反倒是让自己好的气数已尽，好，让自己的这个信心大失啊。那撒母耳就问你为什么烦扰我，招我上来？那这句话也形容很逼真啊。好，因为我们都说死后就是安息啊。好，那安息就是享受平安，好，不再受世间的疾病啊这些的事物的困扰。那撒母耳应该是要好好的安息，好，却又被扫罗给搅扰，好，而招上来。扫罗呢，好，也直接对话，因为他遇到大灾难，好，就是非利士人来攻打。好，虽然这次没有提到人数，好，那但是让扫罗非常的惧怕。扫罗也承认，好，那神已经不再借着梦，借着先知，好，来对他说话。好，那扫罗少提了一件事情，好，就是乌灵啊。好，那所以扫罗呢，他自己知道他杀了祭司啊，下手杀了祭司，撒母耳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好，那所以他也故意的好隐蔽不讲。好，但是前面第6节有提到好祭司的乌灵。好，那所以扫罗呢，好也是在为自己找理由。但撒母耳呢，就直接的回答他，好，耶和华已经离开你，与你为敌啊。那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呢？好，是在13章跟15章啊。好，13章的时候呢，好是扫罗做了糊涂事啊。好，就是他没有等待撒母耳就献祭，好，那他冒充祭司不合法的献祭。15章呢，是他没有灭尽亚玛力人。好，那他私留了几分当灭之物啊。好，那甚至还捏造谎言。好，那但是呢，撒母耳都还就算他人已经安息主怀，但是他还记得这件事情。好，所以你不用问，这问的也是白问。好，因为上主已经决定。好，那甚至这个。在那个事件当中，15章当中，好说，神不后悔啊。好，那神已经厌弃好扫罗做王，是因为扫罗厌弃神的命令啊。好，那所以撒母耳的意思就是你不用问，好，问的也是一样。好，那你所做的，好，那上主已经夺去你的国。好，现在撒母耳好也不怕了。好，他也说很清楚的，这不是只有在人世间，好，在阴间，好，撒母耳都知道上主已经把这个你的国以色列国赐给大卫。所以大卫在撒母耳死前，好，第一个逃跑的去躲的地方就是躲到撒母耳去。好，那相信撒母耳好也安慰大卫，好，让大卫知道，好，那这是上主好必要把国交给你要经过的路程。好，所以大卫也带着这样的信心一路的跑。好，没有想到他现在逃到非利士人的阵营当中啊。好，那所以18节提到这个亚玛力的事件。那15章。耶和华其喜爱燔祭和祭物，岂如喜爱人听从他的话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肪。悖逆与占卜的罪相等，顽梗与拜偶像的罪孽相同。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，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哦。好，那撒母耳除了知道这个过去的事情，他还知道将来的事情。好，因为撒母耳好，他整个人又醒过来。好，那他又开始来宣告预言了。这个预言就是今天上主要这样对待你，你和你以色列，上主要把你和以色列人交给非利士人。明天你和你的儿子们会跟我在一起啊。在哪里呢？就是来到阴间了。好，所以扫罗这么想见撒母耳，好，那上主也让扫罗见个够。明天，通常我们的明天指的是第2天哦。好，但是这个由以色列或是希伯来的明天，好，是从晚上开始算。好，所以扫罗他乔装，好，那变装，好，那他一定是夜间只有带着2个人偷偷摸摸，所以呢，等于今天是1天的开始。好，所以要等到再过明天，好，就是这一天过完的晚上之后才是明天。好，那这个明天呢，等于是一直到明天之后的白天。好，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今天所谓的后天呢。
好，所以接下来经文你会看到第3天，好，那其实就是这里的明天的意思。好，那上主就要把以色列军队交给非利士人，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会被打败。好，最后再请崔连长带我们来读20节到25节。扫罗被撒母耳的话吓呆了，立刻倒下，全身僵直，躺在地上，因为他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那女人到扫罗跟前，见他吓坏了，对他说：婢女冒着生命的危险做了你所要求的事，现在请你也照我所要求的做。我给你煮些东西吃，你要吃才有力气上路。扫罗不肯，他说他不要吃。他的随从和那女人再三劝他吃一点，最后他听了，从地上起来，坐在床上。那女人连忙把家里养肥了的一只羊、小牛宰了，又和了面粉，烘制一些无效的饼。他把食物端到扫罗和他随从面前，他们都吃了。当晚，他们就离去。好，谢谢。如果扫罗来见撒母耳的亡魂，好，这个事情是真的，而且这个亡魂真的是撒母耳，好，那扫罗应该要问的问题比这些事情更好，好，那他不是只是在意战争的输赢了，好，他应该要跟撒母耳好好的请教，他现在可以怎么办，他现在该怎么做，或是请撒母耳能够在上帝的面前为他祷告，好，让他可以像是浪子一样的回头，好，这都是扫罗的机会，好，但偏偏扫罗每一次的机会都用掉，而且呢，每一次的机会都错过，都没有要来回到上主的面前呢，所以看起来扫罗还会去赶女巫啊，还会去赶这些占卜的行邪术，好，但都是做表面，好，其实他自己跟上帝的关系呢是非常的惧怕，他不敢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，好，非常的害怕见上帝的面，所以每一次他要认错、认错、认罪，好，到后面要悔改的部分呢，他都没有办法彻底的悔改。那这里呢，扫罗的情形呢，就是完全错过他见撒母耳的机会。那他就在撒母耳给他的大白话和实话，还有预言当中呢，好，他好像已经成为一个绝望。他连前面他还会见到大卫，他会跟大卫说我有罪，我错了，我是个糊涂人，我大错了。好，那大卫2次饶他的命，好，那他都还能够为大卫来祝福。但现在呢，他连任何的做什么事情的力量都没有，所以完全的放空完全的绝望，所以有一句话说不见棺材不掉泪啊。好，那虽然扫罗曾经大哭痛哭，好，那在这个在山洞里面上厕所被大卫割了一脚之后大哭，好，但是他还没有看到棺材。他以为他还可以继续坐在宝座上，坐在王位上，好，可以继续带着他的精兵来捉拿大卫，好，把大卫刺透，好，那这样从此历史上就没有大卫杀死万这个人，好，只有扫罗杀死千万，好，但是呢，扫罗为了活出自己好的骄傲，好，他却是忘记要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好，那当他瘫软无力的时候，那这个巫婆还劝他吃东西啊。好，那这个圣经后面讲的都是白讲，但是呢，还是继续讲，好，就是让扫罗吃东西，让他可以回到阵营当中，好，因为明天就要开战了。好，那扫罗吃了这些东西呢，回去好，准备明天要开战了。好，今天这段的经文呢，让我们看见好大卫好，他向非利士效忠到一个程度，好，就是他愿意好一起随着新的君王好去攻打他的同胞，好，这是我们很难理解。好，那这样的忠心到底是真的忠心，上帝喜不喜悦？好，那这个评断呢，好，要由上帝来评断了。好，但是我们从明天的经文可以看见，好，大卫已经做这样的决定，但是上帝还是保守他，让他不会陷入在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情境当中，好，否则可能真的大卫在战场上，好，跟扫罗面对面的时候呢，好，大卫又下不了手，好，那大卫只能够灵机应变。
好，那扫罗呢惧怕非利士的军队，所以他违反自己的禁令啊，去招魂，好，要见撒母耳，好，因为已经无计可施，好，完全心中六神无主啊，好，没有神同在。而撒母耳呢，还记得扫罗的悖逆和顽梗，哈，悖逆就是与占卜的罪相同，顽梗与拜偶像的罪相同啊，所以扫罗他还自己不让人家占卜，不让人家交鬼，但是其实他自己两个都做了，他又悖逆又占卜，他又顽梗，他又拜偶像，好，那他向撒母耳的亡魂下拜哦。好，那某种程度来看，好，他也是在拜鬼神哦。好，那扫罗搅扰撒母耳的安息啊，打扰他，好让他不能安息。好，但是撒母耳呢也回敬，回告扫罗，你的年日已到。好，那他只剩下在这世上可以说只剩下最后一天了。好，这最后一天扫罗可以做什么呢？扫罗的脑袋一片空白，好，什么都没有想要做，好，就要被逼着叫上战场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向你献上祷告，在我们人生当中软弱犯错的时候，我们不必去教鬼神，不必去寻求女巫，我们是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，他为我们的舍命，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。即便有时候我们会软弱，即便有时候我们会无知，即便有时候我们会陷入试探当中，但是圣灵也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，让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，不再是奴仆的心，而是神儿女的心，有求天父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回转归向你，能够与你更亲近。今天是领袖高峰会上课的日子，也求你赐福在这个礼拜和下礼拜的2天的领袖高峰会的当中，也让整个学习还有整个上课的过程也有主赐福，以及嘉义的祥和教会徐牧师还有祥和乐团有一台游览车要来桃园2天1夜的服事，也求你保守他们在这样2天1夜的服事当中，在教会都能够有美好的见证，有美好的团契。我们也为今天所做的各项事都交托摆上，求主与我们同行同在，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谢谢翠玲长老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谢谢牧师，谢谢，平安，谢谢牧师，平安，牧师。谢谢。